这事以后，耶和华伫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讲：亚伯兰，你毋通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亚伯兰讲：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囝，你也搁赐我啥物物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莫士革的人以利以下。亚伯兰搁讲：你无有互我后生，迄生伫我家中的人，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搁有话对伊讲：这人必袂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蛇呢，带伊行到外面讲：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会算过来吗？佮对伊讲：你的后裔必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以此为伊的义。耶和华佮对伊讲：我是耶和华，捌领你出了加勒底的5年，为要将这地赐予你为业。亚伯兰讲：主耶和华，我安怎知影必得这个地为业呢？伊讲：你为我摕一只3年的母牛，一只3年的母山羊，一只3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放角，一只细的粉鸟。亚伯兰就摕了这个来，逐项破开，分做2半，一半对着一半底。排列只有鸟无有破开，有鹰鸟落来，落伫迄个4个肉顶。亚伯兰就甲伊吓惊走了。日头打咧落的时阵，亚伯兰沉沉咧困了，忽然有惊人的大乌暗落伫伊身躯顶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：你爱得较知影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佮服侍迄地人，迄地人要苦待因400年，并且因所要服侍迄个国，我要定法。后来因必带着真侪财物对迄边出来，但你要享大寿数，平平安安地归甲你列祖迄边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4代，因必回到此地，因为阿摩利人的罪孽也未满盈。日落天乌，不料有冲烟的炉，并烧着的火把，对遐个肉中经过。当迄日，耶和华甲亚伯兰约讲：我已赐予你的后裔，对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，就是基尼人、基尼西人、加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利法因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吉加撒人、亚波斯人之地。